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博士表示讲，增加两岸航班也有旅游人数，在月底进前就会有好消息。中国游客是有机会会当组团来台湾的，咱的旅游业者嘛，拢咧要讲，这5月底台北的旅店，政府可能就会公布消息。另外，咱的交通部长李明岩是按算29的时阵，会甲业者座谈。这个旅行工会是表示讲，希望会当赶紧开放去中国旅游。 宣传优待机票甲大房，台北旅游店展前记者会，业者上出许多旅游市场来诱人客，有个讲有上佳的折扣。另外，业者嘛拢有风声讲，政府会对两岸旅游议题提出建议，包括开放更较侪航点，甲旅游人次增加。有个月底进行会有消息。交通部长那边也给我们一些善意的回答，说全面开展，或者是局部开展，循序渐进的都是有可能的，对。所以我们业者对这个讯息是满心的期待。希望他赶快宣布，因为旅游是销售是需要时间的。他6月开始的话，我们事实上也都要到7月以后才有可能成团。业界呼吁讲，观光署会当先宣布解除6月初1起附中的禁团令，因为恢复组团要一定的作业时间。交通部长李明岩最近讲，有关禁团令，两岸观光交流一定要对等付费。李明岩嘛要伫29和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谈，不过观光学者讲，准讲台湾提出建议，两岸观光的问题无可能这么紧解决。对岸目前之前是先放那个马祖那一块，所以那个球先接了之后，可能大陆也要消化赖总统比较新的两岸关系诠释。关于禁团令是不是会解除？交通部最近回应讲，5月底进行会开跨部会会议。根据了解，会议会伫30开始，第2天30日就是台北旅游展开幕。业者嘛期待19政府会对着两岸的旅游有相关的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